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宜兰礁溪的客人城。在地居民说，这里的客家人是清朝就从漳州移民过来的客家后裔，在林美一带种植金枣。前面有座金枣园，让我来一探究竟。大哥，你现在在采的这个是这个种的那个荆棘吗？哦，这个不是荆棘，这个不是荆棘吗？哦，这叫金枣。这叫金枣，它的原名叫金柑。金柑。对，它不是荆棘，跟荆棘不大一样。我以为是我们那个客家做一种的那个荆棘。荆棘是长得这个样子的，来可以看一下，这才是荆棘。哦，这个才是荆棘。圆的都是荆棘。所以它种这个要种多久啊？一般的话，至少要3年才开始会长果实。像我这个园区啊，已经18年了。老板，这个金枣要怎么采啊？用手直接摘，我们3个手指头把它夹住，不管左边右边，给它旋转下来。这个地头要留住哦，留住才不会坏掉。金枣达人尤大哥说，当初祖先到礁溪开垦时，因为地形上靠近山边，又经常下雨，无法种植粮食作物，比较适合种植果树。因此，客家先民慢慢的就在林美一带广泛栽种金枣园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来礁溪客人城开垦的祖先适应环境的能力。那我可以试试看看。可以。哇，蛮酸的，但是也是好吃。对，就像大哥讲，对，甜甜酸酸。那荆棘你再吃看看，荆棘的话，这整个都是酸的。哇，哇，这太酸了，哇！像我们一般客家人，这个太酸了。我们一般客家人都是用这一种做荆棘酱，但蘸料非常好吃，酸酸的。对，因为吃起来其实这个是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是可以接受的酸，这个是无法接受的酸，太酸了。那我们林美这里的客家人，他因为我们这里种的荆棘的人不多，跟苗栗那边客家人用的荆棘是不大一样。我们这里的客家人是用金枣。宜兰林美雨水多，较适合种金枣，也难怪来自漳州的客家先民会在此地栽种金枣园。由此可见，客家人不管到了什么环境，都能发挥因地制宜的智慧，